香港豪門入面有兩種人，一種係低調神秘，唔想俾人知佢有幾多身家，而另一種係高調到全世界都知佢有錢、有女、有故事。而今日所講嘅呢個人好明顯就係後者，佢老豆林伯恩係麗新集團嘅創辦人，係一個曾經比李嘉誠仲有錢嘅潮商巨子，而林建明就係林伯恩嘅長子，人稱林大少。但大少呢兩個字唔單止係代表出身，更加係代表佢嘅人生態度。佢唔止有錢，仲好識玩。佢嘅風流情史係名副其實嘅千人斬。佢試過喺台北俾綁匪拍裸照勒索，亦試過為一個細自己51年嘅女仔喺鏡頭前悲傷流淚。佢嘅人生比任何電視劇情都更加精彩。大家好，歡迎嚟到 Z 檔案，我係伍 Sir。今日為大家帶嚟嘅故事就係一生千人斬，半世爺孫戀嘅林大少。今日故事當中嘅主角係林建明，佢喺1937年8月30日出世，人稱林大少。佢嘅家族背景本身就係香港近代史嘅一部分。佢老豆林伯恩祖籍廣東潮陽，喺1914年出世，人稱林伯。林伯恩嘅父親林獻之曾經係汕頭嘅銀行家，家族背景雄厚。年幼時，林伯恩隨家人遷居嚟到香港。1947年，林伯恩同原配妻子賴元芳喺深水埗開啟創業之路，創辦咗麗新製衣廠。佢哋由最初喺街頭擺地攤賣衫開始，逐步發展到擁有自己嘅製衣工廠。後來林伯恩逐漸壟斷咗香港對非洲嘅服裝出口市場，贏得非洲王嘅稱號，並迅速積累大量財富。當時嘅香港，西裝同高級服裝需求日益增加，所以林伯恩嘅製衣廠就因應市場嘅需求，生產高質量嘅成衣，好快喺業界贏盡口碑。到咗1970年，林伯恩進軍房地產行業，開始投資建設工廠樓宇，去到1972年將麗新上市，1987年又將成衣業務分拆上市，而地產業務就改名為麗新發展。去到第2年，佢又購入亞洲電視嘅控制權，開始正式進軍娛樂業。之後通過多元化投資同經營，林氏家族嘅影響力迅速擴大，業務橫跨紡織、地產、傳媒、零售、酒店等多個行業，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嘅商業帝國。林伯恩一生之中有4個老婆，分別係賴元芳、余寶珠、顧瑞英同蔡艷如，而呢4個老婆就分別生咗8名子女，當中林建明就係大房賴元芳所生嘅長子。至於二房余寶珠，據傳佢喺林伯恩創業最艱難嘅時刻，唔單止喺生活上提供無微不至嘅照顧，更喺事業上提供咗關鍵嘅支持。林伯恩對呢位太太嘅才能同智慧十分敬重，甚至認為佢係事業成功背後嘅重要推手。而呢種信任亦都直接延續到佢哋嘅仔林建岳身上。喺屋企，細佬林建岳就集萬千寵愛於一身，咁大佬林建明呢，佢所行嘅就係另一條完全唔同嘅路。林建明細個就讀拔萃男書院，之後去咗英國留學，先後讀過倫敦市學院商科同倫敦貿易學院紡織系。而佢喺英國留學期間就發生咗一件改變佢往後一生嘅事。據佢自己所講，有一年暑假佢去巴黎玩，朋友帶佢去夜總會，佢喺嗰度識咗一個法國女仔，而呢個法國女仔就幫當時17歲嘅林建明上咗人生最寶貴嘅第一堂啟蒙課。佢話呢個女仔教曉咗佢好多實戰經驗，亦都係由呢一刻開始，佢正式踏上咗條一發不可收拾嘅風流之路。1955年，18歲嘅林建明由英國學成回港，正式加入家族生意，幫老豆打理製衣業務。由1958年起，佢就開始負責管理中港台各地嘅製衣廠、紗廠同針織廠。林伯恩嘅生意王國越做越大，所以照道理嚟講，身為長子嘅林建明理應係最理所當然嘅接班人。但係佢嘅商場之路並唔平坦，因為自從二房余寶珠誕下林建岳之後，呢個細佬就由細到大都深得老豆寵愛。據傳，林伯恩曾經公開批評林建明冇用、膽小、做事太保守等等，而佢唯一嘅優點就係聽話。所以喺相比之下，林建岳就顯得進取好多，亦都越嚟越深得老豆嘅信任。林建岳13歲去加拿大讀書，大學畢業回港之後，迅速投入家族事業，並逐步取代咗哥哥林建明嘅位置，成為林伯恩最得力嘅助手。之後更被任命成為麗新集團嘅副主席。呢個舉動標誌住林建岳已經正式成為林氏家族商業帝國嘅核心人物。之後，林建岳曾經經歷過多次商業上嘅挫折，包括1997年投資失敗，令到集團負債過百億，但林伯恩始終對佢不離不棄，甚至出手幫佢還清債務。相反，林建明雖然係長子，但一直都冇得到老豆同樣嘅信任同埋支持。雖然喺商場上比細佬全面超越，但林建明一於小理，繼續過住佢精彩嘅感情生活。
1965年，28歲嘅林建明奉父母之命同為人師表嘅莊素明結婚，但據說因為林建明嘅花心同埋佢老婆唔願意生仔，所以佢哋呢段婚姻只係維持咗4年，就喺1969年離婚收場。離婚之後冇幾耐，林建明好快就迎嚟咗第二段婚姻。1970年，佢同空姐出身嘅林佩常奉子成婚，先後生咗林偉珊、林偉琪呢2個女。但係妻子最後都頂唔順林建明風流成性，最終呢段婚姻喺維持咗16年之後，喺1986年正式離婚。1987年，50歲嘅林建明迎嚟咗冇正式註冊嘅第3段婚姻，而今次呢個對象係一名大學生叫黃薇。呢段關係可以話係佢日後熱衷爺孫戀嘅開端。傳聞話黃薇極具心機，佢通過控制飲食以及精算受孕時間，為林建明誕下咗一對仔女，分別係林偉霆同林孝信。而黃薇之所以要咁做，係因為佢好清楚林家呢啲富豪家庭重男輕女，所以如果要喺林家企穩陣腳嘅話，咁就一定要生到個仔先得。因為佢前妻就係因為生唔到仔，所以林建明先至會同佢離婚。但可惜最後都係事與願違，呢個方法最終都冇幫佢爭取到一個名分。林建明嘅父母並冇因為佢生咗個孫而接納佢，而且更加1毫子都冇俾過佢，最終要林建明自己負責。結果黃薇生完個仔冇幾耐之後，就帶住一對仔女拂袖而去，移居去美國過新嘅生活。最終林建明當時俾咗100萬俾佢，從此2人各行各路。年過半百之後，林建明開始將事業重心由家族生意轉向娛樂圈。1988年，佢創辦大明娛樂有限公司，開始製作演唱會。除咗搞演唱會同簽約藝人之外，林建明仲睇中男性雜誌呢個市場，因為嗰陣時香港市面上最出名嘅男性雜誌係以性感大膽見稱嘅龍虎豹，所以林建明覺得香港缺乏一本高質量嘅男性雜誌。於是喺1989年，佢就從鄭大班、鄭經翰嘅手上買入咗《花花公子》嘅中文版權。不過，關於林建明買入呢本雜誌嘅真實動機就眾說紛紜，而流傳得最多嘅就係佢真正嘅目的係想藉住呢本男性雜誌接觸更多靚女。佢透過當年喺台灣頗有名氣嘅媽咪張玉清，為雜誌提供封面女郎，據說同時私下介紹明星仔、歌星仔俾佢認識。佢呢種做法簡直就係一舉兩得，一箭雙雕。1991年，台灣版《花花公子》正式推出，第一位封面女郎就係1987年嘅亞姐冠軍。曾經拍攝過3級片嘅邱月清，呢本雜誌一做就做咗10幾年，最終直到2003年先至停刊。而《花花公子》只係林建明娛樂版圖嘅其中一塊。同一個時期，佢嘅大明娛樂亦都搞得有聲有色，因為呢間公司為唔少巨星舉辦過演唱會，例如許冠傑、林子祥、黎明嘅演唱會，甚至韓國天王 Rain、美國歌后瑪麗嘉兒世界巡迴演唱會澳門站，全部都係出自佢嘅手筆。而隨住公司嘅發展，其後亦都陸續同唔少藝人簽約，其中包括戴夢夢、胡慧康、劉海欣等等。而戴夢夢後來亦成為咗佢嘅契女。雖然喺家族生意同商界上面，林建明始終都未得到老豆嘅肯定，但佢嘅舞台並冇因此而受到局限。事實上，林建明嘅影響力同個人興趣一早已經跨越咗商業範疇。除咗娛樂圈之外，佢喺體育界嘅貢獻同樣唔可以忽略。查實佢由1983年開始就已經出任東方體育會會長，而且一做就做咗38年，並帶領東方足球隊喺1992年至1995年間3奪聯賽冠軍，建立咗東方王朝。不過喺呢個時候，一件轟動全港嘅事件就徹底改寫咗林建明嘅命運。呢件事唔單止令到佢顏面掃地，更加令到老豆林百欣對佢徹底失望。之後更直接將佢發配邊疆，令佢從此遠離家族嘅權力核心。而呢件事就係1994年嘅台北綁架案。1994年4月，當時57歲嘅林建明喺台北遇到咗一生人之中最驚險嘅一件事。而呢件事嘅起因，正正就係佢嗰本《花花公子》。其實喺綁架案發生嘅前1年，亦即係1993年，林建明先至啱啱正式出任麗新集團嘅董事，其後仲升任埋副主席，同時擔任鱷魚恤主席兼行政總裁。雖然呢啲職位睇落好似好風光咁樣，但實際上呢啲職銜只係表面嘅光環，因為老豆林百欣對呢個長子一直以嚟都係失望居多，覺得佢做事保守，頭腦簡單，心思從來都唔放喺生意上面。所以真正掌握實權嘅係佢嘅細佬林建岳，不過林建明根本唔介意，因為佢嘅興趣從來都唔係管理家族生意，而係放喺女人、娛樂圈同埋佢嗰本《花花公子》上面。事緣當年喺台灣有個名氣頗高嘅媽咪叫張玉清，佢表面上係幫《花花公子》物色封面女郎，但其實暗地裏就係充當林建明嘅私人中介。
專門介紹啲明星仔俾佢認識。呢啲後生女仔會上到林建明嘅台北別墅短聚，每次可以獲得7至10萬台幣嘅酬勞。喺1994年4月嘅某個深夜，林建明約咗一個叫伊芙嘅模特兒喺別墅入面短聚。佢哋玩到凌晨3點盡興之後，林建明就親自送佢到車房，準備揸車離開。正當佢送走伊芙，準備轉身翻入屋嘅時候，5個持槍嘅男人就突然出現，跟住林建明就喺車房被迷暈咗。當佢醒翻嘅時候，就發現自己已經俾人捆綁住，並由車房搬咗上去睡房入面。當時佢身上嘅衫褲俾人除晒，處於赤裸狀態，成個人攤咗喺床上面，完全喐唔到。1個鐘頭之後，佢被一盆凍水照頭淋，先至完全清醒。當佢擘大眼，就見到幾個綁匪用槍指住佢。綁匪冇同佢講咁多廢話，直接遞上一沓即影即有嘅相片。相片之中就係佢被迷暈期間俾人除晒衫拍低嘅裸照。除咗相片之外，仲有一段錄影帶，畫面入面嘅佢一絲不掛，俾其中一個綁匪擺出各種不堪入目嘅姿勢。而呢班綁匪開出嘅條件就係要佢俾100萬美金，如果佢唔俾錢嘅話，就會將呢啲相片同錄影帶公諸於眾。換轉第二個人喺面對幾支槍口對住自己嘅時候，可能已經嚇到腳軟。但林建明唔知係邊度嚟嘅勇氣，竟然開口同綁匪討價還價，仲話自己最多只會俾50萬。綁匪聽到佢劈價一半，當然唔制啦。但佢哋點傾都傾唔掂數，最後綁匪唯有揸住佢嘅把柄先行撤退。雖然綁匪暫時走咗，但係呢件事就仲有手尾跟。之後綁匪將裸照寄去香港俾林建明，呢班人更加追到去香港登堂入室繼續勒索。一般富豪遇到呢啲事可能會選擇俾錢了事，從此將呢個秘密帶落棺材。但林建明係一個從來唔跟常理出牌嘅人，佢做咗一個令全香港都跌晒眼鏡嘅決定，就係佢決定先下手為強，親自將呢一件醜事引爆。佢主動將嗰沓裸照同錄影帶嘅內容寄咗俾各大傳媒，然後自己走去報警。之後佢接受媒體訪問時，解釋自己點解要咁做。佢話自己要先發制人，唔可以姑息養奸，向惡勢力低頭。佢同時澄清自己冇被侵犯，亦唔係同性戀。綁匪喺拍攝時候做出嘅不雅動作只係作狀，並唔係真嘅。多年之後，記者們仍然對林建明係咪真係遭到侵犯充滿好奇。對此，林建明堅稱，由於佢長期練習北少林氣功，因而並冇被呢班綁匪得手。但真相係點？相信只有佢哋先至知道。最終6名綁匪全部被繩之於法。雖然最終綁匪全部落網，但對林建明嚟講，代價遠遠唔止俾人影咗幾張裸照咁簡單。因為當呢件事傳到去佢老豆林百欣耳邊之後，呢位潮商巨子就大動肝火。喺佢眼中，呢個長子一直以嚟都係做事保守、頭腦簡單，而家仲要搞出一單咁嘅醜聞，簡直係令林家蒙羞。於是林百欣做咗一個決定，就係要將林建明打發去廣州，打理幾間同家族核心業務無關嘅小公司，咁即係變相將佢踢出麗新集團嘅權力核心。由呢一刻開始，佢喺家族入面嘅地位正式俾細佬林建岳全面取代，而且佢亦都知道自己永遠都唔會係老豆心目中嘅接班人。被老豆發配邊疆之後，林建明從此遠離家族嘅權力核心。雖然佢名義上仲係麗新集團嘅副主席、鱷魚恤嘅主席兼行政總裁，但實際上佢已經被排除喺核心決策層之外。不過林建明並冇因此就意志消沉。喺1999年，麗新集團收購嘅老牌服裝品牌鱷魚恤同法國品牌 Lacoste 陷入商標之爭，於是林建明主動提出同大女林偉珊一齊前往法國談判，最終喺2003年解決咗呢場糾紛。雖然呢件事並冇改變老豆對佢嘅睇法，但至少證明咗佢唔係完全冇用。但真正嘅轉折點係發生喺2004至2005年，當時林百欣健康惡化，開始安排遺產分配嘅事，而潮汕人嘅家族觀念重，傳統上會審視各個仔嘅才能同埋性格，將家業交俾最有本事嗰個。而林百欣一向認為林建明做事保守，頭腦簡單，加上1994年嗰單綁架案，就令佢對呢個長子徹底失望，早就將佢踢咗出權力核心。所以林百欣最終決定將麗新王國嘅絕大部分資產留俾以防嘅余寶珠同埋林建岳。結果據說林建岳分到嘅資產超過100億，而林建明只係分到180萬嘅現金同幾項相對零散嘅物業。呢兩個仔嘅待遇可以話係差天共地。不過林建明似乎對於老豆嘅呢個決定毫不介意，佢同二房嘅關係保持良好，時不時仲會同二媽一齊飲早茶，同細佬林建岳亦都冇交互。有記者問佢感受，佢就回答話：我一直都係幫老豆打工，即使佢唔喺度，我嘅工作性質依然不變。雖然喺商場上俾細佬拋開9條街，
但喺情場上，林建明就係大贏家。去到2007年，年近70嘅林建明同細佢47年，當時只有23歲選美出身嘅台灣藝人姚允傳出戀情，但林建明完全唔覺得有咩問題，佢照樣帶住呢個後生女出雙入對。傳媒亦都經常影到姚允周身名牌，自由出入林建明位於明士閣嘅豪宅。正正因為呢段年齡差距接近半個世紀嘅高調戀情，所以媒體就開始將爺孫戀呢個標籤貼喺佢嘅身上。而且由嗰時起，佢身邊女伴嘅年齡差距亦都越拉越大，呢啲女仔幾乎冇一個係超過25歲。之後佢嘅紅顏知己名單繼續加長，當中包括喺2008年簽約大明娛樂，有35姨咪神之稱嘅趙石之。佢哋表面上用父女去包裝呢段關係，不過實際上兩人嘅關係就一直都被外界質疑係另一段爺孫戀。佢哋後嚟喺2013年因為續約嘅問題而鬧翻，但最終破冰。2014年佢又同相差約45歲嘅九雲慧傳出緋聞，而當時九雲慧更加公開表示林建明係佢一直想接近嘅人。一直到81歲，林建明依然有比佢細60歲嘅女朋友。呢班紅顏知己幾乎全部都符合佢曾經親口講過嘅擇偶條件，就係要後生、長頭髮兼且上圍豐滿。佢哋唔需要太聰明，最緊要聽話就夠啦。喺商場上，林建明雖然稱唔上係順風順水，但佢嘅私人生活就絕對可以話係精彩到不得了。而講到佢嘅私生活，林建明從來都唔會收收埋埋，仲頻頻主動向媒體透露自己嘅桃色新聞。佢曾經好坦白咁講過自己對性同愛嘅睇法。佢話有女朋友唔等於就係戀愛，因為其實佢只係想有一個伴啫。佢仲話魚水之歡對我嚟講只係一種運動，我絕對可以將性同愛分得好清楚。佢更自豪地宣稱多情呢個招牌係佢行走江湖嘅標誌，自己一生中同超過1000名女性發生過關係，係名副其實嘅千人斬。就算而家年紀大咗，佢都唔會停落嚟。而為咗保持最佳狀態，佢會靠偉哥同埋做八段錦去保持體力。喺林建明嘅眾多風流史當中，最轟動、最令人印象深刻嘅，莫過於2014年嗰段相差51歲嘅爺孫戀。而呢段爺孫戀嘅女主角就係當年25歲嘅前 TVB 女星何傲兒。話說喺2014年6月，佢哋兩人俾記者影到一齊去睇陳慧嫻演唱會，從此佢哋呢段關係就正式曝光。但之後何傲兒因為壓力太大，最終選擇同林建明劃清界線，甚至唔聽佢電話。結果林建明喺記者面前因為揾唔到何傲兒，所以當眾流淚。一個76歲嘅富豪，佢已經係一個縱橫情場超過半個世紀嘅千人斬。去到呢個年紀，佢應該可以認清事實先至啱，但佢竟然為一個女仔喺鏡頭喊咗出嚟。而呢個畫面亦都成為咗當年最經典嘅娛樂新聞。後來何傲兒同西貢地王之子周子揚拍拖，因此林建明又再喊多一次，但佢冇同何傲兒反面，反而將佢簽入自己嘅娛樂公司，仲喺2016年80歲嘅壽宴上面正式收何傲兒做契女。至於何傲兒點解會由爺孫戀變成契女，呢度就留翻下回分解。喺2021年1月8日，林建明因淋巴癌喺跑馬地養和醫院病逝，享年84歲。佢走嘅時候，4個仔女都陪伴在側。呢位一生風流嘅林大少，最後一程亦都貫徹佢笑住走嘅風格。1月29號，家屬喺香港殯儀館舉行追思會，靈堂冇用傳統嘅白色佈置，而係以蘭花、菊花同滿天星鋪成一片波浪形嘅花海。追思會揀嘅主題曲亦唔係乜嘢哀傷嘅挽歌，而係黃霑嘅《滄海一聲笑》。當日，劉德華、古天樂、張學友、黎明、成龍等等，幾乎大半個娛樂圈嘅巨星都送上花圈致哀。許冠傑更加拍咗一段片，自彈自唱這一曲送給你，向呢位相識多年嘅老友作最後告別。4名子女喺悼文入面冇用父親呢個咁嚴肅嘅稱呼，而係叫佢做開心大笑。佢哋話爸爸嘅形象將會永遠活喺我哋心中。細佬林建岳亦都發咗悼文話，哥哥一生愛錫及照顧家人，為人善良，處世隨和。回顧林建明嘅一生，佢由豪門長子到開心大笑，由商場浮沉到聲色犬馬，由3段婚姻到千人斬，由綁架驚魂到爺孫戀的眼淚。佢人生之中所經歷嘅嘢，絕對比任何電視劇都更加精彩。佢曾經講過，所有男人都鹹濕，但自己鹹濕得嚟有藝術。又話有女朋友唔等於就係戀愛，佢只係想有一個伴啫。呢2句說話，或者就係佢對自己一生嘅總結。佢有過錢，有過權，有過無數女人，但走到最後陪住佢嘅就只有4個仔女同埋開心大笑呢4個字。佢喺家族遺產爭奪中選擇咗置身事外，喺商場失意中選擇咗享受人生。
喺世人嘅批評聲中選擇咗繼續風流。佢從來都係我行我素，懶理世人點樣講。試問呢個世界上有幾多人可以好似林建明咁樣笑住嚟笑住走呢？大家對呢個故事有啲咩想表達或者想評論嘅，歡迎喺留言區表達你嘅意見。如果大家中意呢個頻道，請你俾個 like我，同埋記得訂閱 Set 檔案嘅頻道。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